但有一個夢不會死，記着吧，無論遇怎麼打，自由仍是會開花。但有一個夢不會死，記着吧，來自你我的心，記着吧。本人李家超谨此宣誓，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，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區。我哋唔知佢翻咗嚟未，咁呢個我哋冇一個準確嘅數字，但我相信有唔少人翻咗嚟。香港如果你係本身吸引力夠，係你嘅經濟做得好，各方面都做得好，香港就係一個宜居城市，自然就會有人流入嘅，反之就流出。我鼓勵佢流出去大灣區咧，我哋係希望佢透過呢個計劃咧去認識國家，就唔係話叫佢以後唔翻嚟啊，搶人才其實係第二步嚟嘅，第一步我覺得係應該搶企業。香港嘅經濟正係面臨一個非常嚴峻嘅處境，面對非常大嘅下行嘅壓力。我哋同時間要應付外圍經濟嘅困難，同埋我哋而家香港所面對嘅困難。過去2個月嘅一啲社會事件，亦都影響咗我哋嘅經濟情況。唔少鋪頭。呢啲説話其實咧，即係我覺得我又會問嗰個人，咁你想講咩先？係咪？咁當然有啲嘢你話，譬如話你會宣傳嘅，我亦唔係講話你宣傳話要大聲喺天星碼頭過喺香港獨立咁樣，喂咁啊梗係唔得啦！但係你無端端點解要講呢番説話先？你係咪好想講呢樣嘢咧？你為乜先？咁但係你話講其他嘢，咁你鬧邊個都好啦。你今日你出嚟話，晴天總會來。冇乜問題啊，諗計咪懵懵閉啊，當店就要發威，啲錢就會繼續嚟。冇米隻雞就提啊撞鬼，咪巴巴閉啊焗住就殺隻雞啦，啲錢係會繼續嚟。過節送禮立定例，水鬼升王啊靠老細，你咪猛身命運制，要打機。早出風霜，淪落晚風，美好
一招數，同路奮起，鐵馬金過，吹碎離地賣國間插朵，刀劍伸張，光芒萬丈，妖魔驅逐不許還鄉。
就係睇你唔順眼，你夠膽就係憑你呢幾件。運動結合咗唔同教育背景、種族、專業嘅人，團結一致，持久咁樣捍衛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同埋香港。
大腸胃，揾嗰些少到月底點夠使，奀過鬼，確係認真濕滯。最弊波士喐啲發威，癲過雞，一味喺樹係唔係就亂嚟廢，挨親加身塊面揦起惡睇，扭下計你就認真開胃。Catch the rainbow, ride the wind to the sun, and sail away.